友今次真係有料到啊！喺中山總價30零萬啦，你可以喺呢個大型商場上蓋買得一套4米半層高嘅複式 loft 單位，而且咧係雙鎖匙啊！你可以分開2層去出租啊！嗱，樓下就係呢個大型商場，衣食住行嘅配套咧樣樣齊啦。除咗呢個商場之外咧，我哋喺樓盤步行幾步路咧有一個高鐵站，我哋直接可以坐高鐵翻到香港，即係香港咧過嚟都係個零鐘。嗱，有興趣嘅跟我鏡頭一嚟去睇睇。嗱，上到嚟啦，咁啊36萬嘅話咧可以買2間，有冇見到啊？上下一間，即係你攞嚟出租嘅話咧，你基本上可以租到1000蚊一個月，即係一間喎。如果2間嘅話咧，2層加埋租2000蚊一個月。嗱，樓下呢度咧所有見到嘅嘢全部都帶埋裝修，包括梳化、床啦，同埋我哋洗手間呢啲全部已經整好晒㗎啦。嗱，樓上仲有一間，跟我上去睇埋。咁啊，而且咧佢有咁大型嘅商場咧，咁啊落樓已經可以享受到咁大型嘅一個配套。嗱，香港翻嚟咧有高鐵直達㗎，咁啊我哋個零鐘可以喺香港翻到嚟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2樓，咁基本上係冇任何壓抑㗎，全部啲傢俬全部配埋俾你，2間加埋先係30零萬嘅總價。嗱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all 我帶你過嚟睇睇。